业主当然呢，上新的消息咱了解了，嘛咧关心一个真恐怖的车祸。这个代志发生伫国道1号中华路段，早起8点外，有一台大货车上班过程中无张无弛，恁啊驶甲落去，安尼单大对面路南的车道去卡了一台轿车，佮造成4台车呢弄做一伙，被卡到这个52岁姓陈的驾驶，送去病院急救，医院救无啊。 50公尺远的所在，向千白烟，后一秒一粒大粒的莲仔为对向车道弹过来，撞到一台车，撞过了后，莲仔当场着火，随来佮继续伫咧国道冲撞，落尾佮撞到另外一台车，互看到的驾驶拢惊甲软脚。啊娘喂！ 向车道翻过来。警消同齐将驾驶赶出车挂，不过伊已经失去意识，规人袂顶袂动，互赶紧送去病院抢救。前方玻璃规地吹起，车头严重冒气，乌色轿车规地密密麻麻，下当想到当时动力真大力，叫扫到风台尾，其他驾驶嘛感觉真可怕。伊咧那大安那大条安尼就对啊。 我不啥了解。啊，顺看到唔惊到噶，惊噶，你咧真大条，真袂离啊吼。国道1号中华路段上班时间本来就真黑，今日透早8点40分，一台大台货车驶上北，倒边莲仔向各种落去，不用到对向车道，直接击到对向汽车，中年驾驶不幸过身，当中4台轿车相撞。急救发现头部外伤。 颈部撕裂伤、气管破裂、两侧气血胸，经急救后仍无生命迹象。车祸现场占用内线2条车道，达超过2公里。正办理司法关系，国道警察会阁继续调查厘清。嘛提醒大家，若拄到物件落落来，驶车都要驶好稳。这时候方向盘一定会震动，我们双手握紧方向盘，打方向灯，车子慢慢的滑行到路肩，等待救援。切记千万不要踩刹车跟油门，这都是错误的。 若是车失控，千万莫因为紧张，就当下大手大力，或者是吹油门，讲会加速失控。很多路都要换好载，维持安全动线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